来看，桃园机场最近抓到一件甲将近3公斤的毒品海洛因藏伫卫坑内底的走私案哦，价值超过上千万。警方嘛抓到4个嫌犯，嘛对人伫泰国一个姓李的主嫌来发布通缉。甲卫坑立坑交开发现毒品。今年3月，航警局甲关务署台北关伫桃园机场美商优速比快递进口专区，查到一件以包裹的方式为泰国进口卫坑内底藏毒品的走私案。现场查扣证物，第一级毒品海洛因2956.8公克，初步估计市价超过1000万的台票。查获以画框夹藏第一级毒品海洛因，毛重2.95公斤。初估市值逾新台币1000万元。针对这件用卫坑走私毒品的案件，专案小组持续追查，当场抓到来领货姓陈甲姓蔡2个嫌犯，后续会同全台湾警方11个有关单位侦办，调成100支监视器分析甲过滤。伫屏东抓到踮伫台湾接应专门制造毒品姓翁的嫌犯到案。另外，经过几个月部署甲追查，伫桃园阁抓到另外一个姓刘的主嫌。全案共计4名嫌犯到案，并针对泰国在逃主嫌李某发布通缉，持续追捕。专案拢总抓到4个嫌犯到案，以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嫌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。嘛持续对要伫泰国逃亡姓李的主嫌发布通缉，要来抓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